切，像爱用我的声音。哇，家下谈到嘅係王宇健嘅新專輯嘅歌曲《造假》，大家分享裏面裏邊嘅大家都動手落嘅客家歌手將什麼王宇健分享。Hello， 所有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王宇健，今日我嚟大家分享我最新嘅專輯《黃山妹》。恭喜恭喜哦！也就是今日帶來嘅最新的專輯，對不對？黃山妹，我覺得這一次同你以前給人家的形象冇埋共用完全冇共用。真的，然後我必須要說，外公很美。就係我知道，第一張專輯係我16歲嘅時間出版嘅，到了2下經過，好可怕11年哦，16歲就國中生、國中生，高一的年紀，差唔多。差唔多，到了2下講了11年，這個推算，我大概都少點講啊，第一張很多未成年，第一張很多熟嘞，還沒熟，還是輕熟，你還輕後生嘅。余娟，所以兩張目標嘅年紀，我都有出一種自家嘅專輯。我知道嘅係一種，總嚟講係慎重嘅一個記錄。故說對我嚟講，咪係一種人生嘅突破。我點解19歲嘅時間發行第一張，29歲嘅時間又出了第一張，因為也會開始期待講，佢當我32歲嘅時候，我還會做乜事情？你會希望你這個很快動家，在這個之後就會有下一張。目前冇按你嘅想法。唔過公司採訪你第一擺去節目通告嘅時間係13歲，錯冇？13歲冇錯，差不多國一嘅時間，錯冇？錯，我幾隻國中嘅3年生，我都係啲客家電視台通告。故說而希講唔講啊？你知余娟一下22歲天天，唔過希講而去滿記衝過衝幾多年咧？要唱了10幾年了，10多年真嘅。哇，好可怕，真的是很了不起的記錄吼！唔過大家談到嘅歌曲，大家知道真有意思，錯冇？造假係造假。一種最是地道嘅歌曲。冇錯。呢一條歌曲要紹介一下，同媽媽有關係。呢一首歌曲就我大擺都講啊，呢一首歌曲係代表我生命地位度千重要嘅兩個五線。一個係我嘅媽媽，一個係我嘅家婆。我開始唱客家歌係因為我家婆，因為家婆我開始唱客家歌，後來開始唱客家歌，幾次我繼續唱還有做得唱到2下係我嘅屋企人，我嘅爸爸同我嘅媽媽。嗰首呢首歌曲，我每擺都啲嘅想啊，媽媽老家婆兩三年，佢真係係客家父母嘅代表，因為佢哋真係就係菜切家種，幾嘢切家肉，乜嘢事情都係靠佢兩三年。所以講當中係撐起一片田，呢度咧嘅屋下，完完全全都係結婚過後，是啲屋下做事，佢都是冇需要我幫做頭路咧。每年係康長時，媽媽會煮酒，但個女仔兩年頭那冇攤好來過後，送兒去上課，當初頭會準備翻報本兒等等。你所以當中喺我人生地位度，媽媽出現嘅當重要嘅角色，嗰種每擺看到佢去計量嘅時節啦，仲係做定嗰種。貴重嘅外國種嘅運動服真嘅，其實用做的，去計子啊，去種菜啊，去學嘅。佢媽媽身材清好，當做得啊。講真言嘅，佢嘅身材真然算好哦。啲佢呢一種年紀，要發到人哋鼻子真然不差。看到佢嘅培養嘅時候，我是老人嘅自重嘅老貴啲先生，我是問佢講啊，你講，你兩啥咁做嚟下一首歌叫本媽媽？因為佢每擺看到媽媽，佢都會講啊，你咋按上網？因為我媽媽係講開了。係，其實我係嚟滿，所以你爸爸講是，媽媽講會，冇錯。跟你用中都會講，用中都談係識，談係識會講係。我是開始想兩項事情，後來我真件準些表述歌曲做出來，我也特別有請我嘅朋友，即係講方言幫我畫了一張圖。呢張圖呢就係畫定媽媽老家婆兩三年，佢兩三年咧係樹按用唱起一隻雞，我知道有，就係一種圖，冇錯，學雞係。家婆傳承部媽媽嘅事業，因為頭擺屋下嘅幾個都係家婆學，後來家婆年紀下大，意思講佢冇去學嚟，我媽媽有時都講大叔，其實開始想講冇揾佢來學，嗰種係做呢當中係一種傳承。媽媽家婆本來開始唱客家歌，家婆老呢嘅使命感，所以傳本媽媽，我繼續帶啲愛去唱客家歌。
古上2三正年係我生命地位度清重要嘅2件。我知道沒有於娟同家婆老媽媽嘅感情動吼，其實我們有安樣嘅感想吼，這樣的感觸。然後我同於娟安樣分享嘅故事，我會知道講，真的是讀客家傳統嘅婚姻家嘅一種嘅生法。以前嘛，跳擺讀農業社會都壓下，你看他從農業，然後慢慢我們到工業。可是我覺得在家婆同媽媽身上，在我看來還是看到清傳統嘅客家婚姻家，他就是清。很顧家，對對，動走家，然後等於是我覺得家裡很重要的一個支柱。這個時候我家就會想，客家嘅西南音地，對，做乜嘅？又來讀諾貝傳簽，小夢，我的意思說，客家女性特別的堅韌。冇錯，哪個甘肅係安陽人？啊，你一條歌曲，媽媽有彈過嗎？有啊，其實一開始大家所談到嘅係後輩有改變過嘅版本，嗰種而家演歌風格是變到較強壯。因為一開始你兩首歌曲做出來係慢歌。動漫嘅藝術，很抒情係嘛？我媽媽倒擺哦，啲我啲台上唱歌，佢啲台下其實我即刻坐啲幾啖嘢叫。哦，佢會知道講很感動，因為佢啲嘅故事係乜嘅。佢會開始去想講是見堂是見叫，後來我下舞台其實講我剛剛哭很慘咧。真嘅，我覺得聽你這樣分享，也知道媽媽真的好愛你。她真的愛我，愛得要死。因為你有講點嘛？因為你有講你從小可是從國嘅時間，媽媽整個家人都親支持你。我真的就很不簡單嘅。嗰個其實假使頭擺我啲比賽嘅時間，對我有印象嘅人，所有嘅公眾人員都講我，對我嘅印象就係看到我，會唔會聽到會聽到我嘅爸爸媽媽。我們三個是一體的，即係講有愛嘅出現，會唔會聽到會聽到爸爸媽媽？有乜嘅事情，聽到會爸爸媽媽啲嘅處理，我係啲會唔會等從過聽 ？OK，哇，真的，這就是大家講心頭肉，我覺得有這種感覺。因為我係冇下鐵寫嘅，又係冇下鐵寫嘅。哇！唔過媽媽吃到清驕傲啦，因為你講你看到起家嘅妹，人家暗漿有冇暗有神球，這麼的光亮，這麼的閃亮。要是我係媽媽，我也會覺得很驕傲，這樣。而且也係我說當歌手有一件事情，輕輕薄嘅事情就會講，有時候你在傳遞情感的時候，你都得用一條狗你有點像我不是歌手，我也沒有寫詞，我乜嘢都唔會。我其實覺得那個傳遞情感的方式，我有時候會很羨慕歌手安永你，就會知道一條狗就得永遠的留下來，然後這是你跟媽媽之間一個很重要的關係。我嘅講述係安永你，不過第一遇見佢13歲就開始衝狗衝到16歲呀，22歲，高一個10多年地度，其實宇娟做了好多的事情。你看你做廣播節目，對不對？你因為廣播金鐘，對不對？得獎，然後金曲獎，然後每一年金曲獎，我常常在金曲的盛會看到你在那邊表演。廣播金鐘那邊表演，那時候我就覺得哇，真的是對我來講，因為我對客家親有感情，我就會知道哦，這是我們的客家之光，我就會覺得與有榮焉。我可以告訴黑暗영희，故說都亞哈聲演狗戲耶。你看今天就是在跟大家分享亞中新嘅專輯《黃山妹》吼，所以我覺得有沒有很緊張出這張專輯？因為狗體按多年，其實我係超緊張，我記得我老太家分享那個消息嘅時間，我內心很掙扎。因為第一個我會知道講，我有新嘅作品，我經常會同大家去做分享。不過我講嘅一項事情係，經過了11年，咁還有人認識，甚至講係記得，其實我係故事。因為是講認真營很久，當叫你看我出第一種歌後，我是開始錄了廣播劇，開始做廣播過後，大家會對你嘅印象會悄悄地記得講，哦，你係主持人。唔講而高數嘅成分，所以變到較後輩咧。變成後來睇啲對老太家用講法嘅方式，嚟打咗鼓啊等等，慳得有機會，再過去表演自家嘅作品嘅時間。所以我當初很掙扎。唔講我嘅感覺係知道，每次講到於娟，我心目中嘅英雄就會高數。所以我始終大家唔會唔記得，因為家就像學會那個腳踏車一樣，很久沒一騎就會了。所以大家會記得你就會勾數。而且這首亞中轉型黃山妹，為什麼會叫黃山妹？好特別，親切別。我嗰陣時啲嘅上一項事情，頭擺大家對客家傳統山歌嘅印象係廖山妹啲唱山歌。我有一年我歌曲全部錄下睇嘅時間，我先問先生講。係你講，你全世界名嘅改歌，佢講竟然去改嘛嘅，我講改咗黃山妹好咧，佢講我知道做得，
我讲，那你怎么不问我故事是什么？我讲好跟你讲一下，可是讲，因为我知道头摆嘅山歌係劉三妹啲嘅創，佢兩下嘅劉三妹啲那單嘢，其實並冇了嘅人咧，佢係傳奇人物，佢係歷史當輩所記載下來嘅人物。不過現在來講，大家都會講，哦，我好衝山歌添，但是有乜人會講自家係山妹？我敢講係因為我真正係活下嘅天山嘅妹嘅。OK， 係嗰種我是希望講，我有兩個信念，希望講我做得成為大家心肝地位度現代嘅山妹。我為成為山妹，並唔係因為我只會唱山歌，也希望嘅我單唱係一個好唱山歌嘅黃山妹。然後你會一直唱，我會唱下，我會勁唱，唱到我無法度唱例子。太棒了哈！哇，而且你今日宇娟帶來嘅宣解轉型，佢有很多嘅故事，聽到下落還有當多嘅故事，然後大家都分享，大家先聊下。你等下常常嚟講。聊到節目當中，伊做咧繞牆度，依個兩種轉型當重要嘅，伊開始咧繞牆界是係理解鍾慧儀先生歡迎。Hello， 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鍾慧，董歡喜，今天可以來上福氣來咧，然後跟宇娟還有羅老師，還有很開心。耶，歡迎先生，聽到繞牆界係兩種轉型嘅節奏，影射你啊羅國立先生。鄉親大家好，我係阿國羅國立，來福氣聽一拜咧吼，當年以前啊，今日都真係想專門怪樣，董歡喜。老師很厲害，老師說聽一拜來都呀，青斗年以前啊記得很清楚。哇，我跟你講，根本一真景哈，可以請到慧茹老師哦，也是我的偶像，因為老師太敢讀第一，他你知道他不管是配唱或是主唱、歌手或是和音，哎。有誰的資歷，他講第一，誰敢講第二？沒有人敢，對不對？所以這個氣場跟這個光芒四射，所以同這個欣賞大椎骨嘅時節就一直想問他，哎，你過去有沒有什麼很好玩的經驗？壓一壓，還有沒有給？不過亞中很棒的事情是，這次你是特別幫宇娟這張專輯，對，我真的是老師很開心。對，裡面有老師的聲音，有，對，然後老師也指導宇娟很多配唱。對，哇，太期待了哈！還有是嘿，老師太久了，鐵球嘞，上張專輯是因古人10年磨一劍嘛。哦，是這樣是我們挨的西年還算 OK 了。西年還走得嘛，因為國立老師這麼的有想法，還有吹法，就是想說哦，這個等很久，等鐵球哎，講一下要不要亞中轉型，再一次的跟算徒弟吧哈，一起出擊分享一下。好啊，其實。一開始哈，並冇同宇娟聊天的時間，佢並冇動態嘅興趣想喺度做一種專輯。哦，真哦，真嘅。其實一開始現在等於是我催生的啦。哦。一直鼓勵佢講，一定要再做一種，一定要再做一種。啊，其實還蠻有果嘅哈。啊，然後呢，經過幾下擺溝通以後呢，宇娟佢就他被我說動。其實一開始我哋想做係3首歌曲嘅 EP 啊，嗰陣時嘅宇娟佢當想做係這個叫做傳統3大調，但是做改編，重新編曲 remix 版本的傳統3大調。我講做得啦，也想法當好啊。其實一開始設定嘅想法係咁樣嘅，但是到後來咧，發現到慢慢咧，佢有當到嘅歌詞作品出來咧，我就想講，該聽為咁樣吧。那我們就來一個混合版嘛，要做的傳統3大調，要做落去改變的傳統3大調，還有就會幾次個詞，拿嚟下新歌曲，就一數，發現歌動啦，好吧，來做專輯吧。一開始做的時候其實有點擔心啦，有點嘛擔心咩？擔心講，我一種想法當中，設定的想法係講。既然要做吧，就不要做以前的，要做一個全新的環境。可不可以為他量身定做替一種？要做呢，就要讓他成長。怎麼樣讓他成長？就是給他壓力，給他更多的學習，你才能夠成長，才能夠進步啊！但是問題了呢，
这样子难度的东西，这样子的设计，按那个设计往一个有办法嘛？因为它的声线加个本的个唱腔就较便宜传统的唱法，好，但是会不会思考再三？也老语言沟通过了哈。既然要做，我们就一定要再一次突破。对，一定要再一次突破，才能够拿出好的成绩来。是当初是可以是按一个上班收出。也係因為按用你鼓手請到慧茹老師從冇。哎呀，跟咩當初嘅堅持啊。講到慧茹老師有向佢出嚟，所以因為其實我當中有上到一件事情，就講，像我慧茹老師那時候之前都農業大旅的做評審，董東年，所以呢我們彼此很了解。他的強項在哪裡，我非常清楚。剛開始就懂得奇怪，為什麼就沒有一個曾經在客家上發片的國術也好啦啊，也講創作人也好，像慧茹老師來做配唱指導呢。所以有人講，慧茹老師佢客家講咧唔係緊張啊，慧茹老師媽媽係客人，係媽媽。但是因為從細都冇講客家環境嘛，所以佢客家較唔會，較唔講咧唔玩好。對，真的。但是呢，從一個角度來看，他在鬧熱，也不止在鬧熱，很多外場，他聽了這麼多的客家歌，佢對他各個位感情感情重心的掌握，他非常精準。搞像佢來搞從他各個位絕對係冇問題的。再加上他個人的專業，音樂上面配唱指導，他自己唱歌也很棒。這兩個專業結合起來，一定可以做得很好。所以就邀請老師出來擔任這個配唱指導。真的哈，所以老師這一次聽說也因為亞眾轉型，也是出了很多的功課，對，給於娟聰嘛。對，其實我也很開心可以跟羅老師合作，其實我們是非常好的朋友。那其實對於客家話，因為我剛出道唱和聲，我就幾乎包了台灣的客家歌。是嗎？對，你不要看我講得冇馬虎，但是我對於客家話的韻腳，唱歌的韻腳我是非常精準的。只是說講法沒有那麼簡單，因為有語調，我可能調子會不對。所以說我是講貴語比較順暢一點，對對。但是對於客家話的話，我就會比較。我是很要求歌手唱歌的，所以大部分的人可能想到我，可能都是來唱和聲，所以我也很謝謝羅老師，他這麼信任我，然後請我，還有於娟，也要他信任我，對，才能夠來幫於娟配唱。那我覺得這次比較辛苦，真的於娟辛苦，因為我聽到歌的時候，我其實覺得，哎呀。這個跟以前的於娟是很不一樣的，因為以前我聽於娟唱歌，她發聲的位置跟她詮釋歌的方法，我就那個印象非常的深，因為她有非常漂亮的聲音，所以我對她唱歌非常的印象是深刻的。可是當我聽到羅老師給我這些歌的時候，我心想，啊，要給於娟唱這樣的歌，不會吧？可以嗎？然後我就跟於娟說：“你先傳 demo 給我聽。”你知道他傳 demo 給我的時候，我聽的時候是這樣，你知道嗎？對，然後老師就會錄語音跟我說：“於娟，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。”但我就會跟他說：“但老師，你要幫我想想辦法，你告訴我可以怎麼樣？這樣發出衝都給你以後給。”不過等一下，我覺得那好可愛哦。於娟，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。對，真的。然後你知道嗎？我聽完他的 demo 消化之後，我還會跟他要卡啦，就是沒有他聲音的，這樣我不會，因為我會一直被影響，然後我需要一個我要的東西。那於是，因為這張專輯實在是大家一定要聽，因為實在是很棒，因為裡面有各種不同的音樂風格，對，然後很多音樂人的參與，然後不同的風格，所以我就給於娟出了很多功課，比如說他不曾唱過像 jazz 的東西，藍調的東西，比較慵懶的東西，甚至氣聲的東西。那他平常唱歌都是很直很衝的，所以我這次要他有一些是做這樣子慵懶的感覺，他不曾做過，我就讓他去聽，你可以去聽聽誰，你可以去聽聽誰。然後給了他很多的功課，那特別這一次有一首歌，我印象真的很深，就是一首阿卡貝拉。OK， 對，愛動念伊，對，因為這首歌，有一個我覺得對於於娟很困難的地方是，它有很多的附點，
爱都愿意的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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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但附点又附点中的3连音，这个不容易。不太会的人可能就是哒哒哒滴滴哒哒，或者哒哒哒哒会变这样，而不是哒哒哒哒圆滑又3连音。老师，我觉得你可以开一个课程，然后给1、2种给时间，就一直听这种专有名词，然后一直在旁边讲这种很难的，然后我我一定听得懂。你知道我的意思，我就会觉得哇。你要再单讲，对。有时候讲到这个，我就很兴奋，因为我觉得音乐真的是真的是很棒，你知道，很享各种音乐的风格，你可以享受在里面。然后我就会给他听，但我觉得宇娟非常非常的棒。其实他每次听，他就很认真，听完每次配唱，就像他刚才说到，他很紧张，他是唱到好像都觉得啊，我到底唱到都快没有声音，对，哎，这首阿卡我们真的是有白天进去，晚上出来，然后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完全失声。对。那个时候，我记得录阿卡的时候，还有一件事情就是。我在录音室附近呢，找到一个小旅馆。其实当时我心里面就有预计，那天晚上我要住在旅馆里面，回不去了。老师，感觉上下故事挺有意思。他刚才聊哈，等下谈到这个小旅馆的故事还蛮该。你还敢讲什么？还敢讲小凤已经出新专辑嘞！哇，今天太开心，铁粉姨嘞！哇，刚刚上在节目讲到国立老师，感觉上要爆料该干不够，有没有？小旅馆怎么样？讲起这个也上嘅同意思哈。在录阿卡贝拉艺术歌曲，我当演绎艺术歌曲这样子之前哦，前期作业就是各声部的阿卡老师进去先录嘛。那我都现场弹的。整首歌他们录完，我听下来，我心不放出一个大酸呢。黄玉娟下一次来录主唱的时候，他一定会搞得很晚，他一定会被操得很累。嘟后，我转一个几位声部的阿卡老师录完之后，回程的路上，我刚好就经过一小旅馆，我想说，那我就来听好了，因为我下一拜来的时间，想可能六太也懂阿明讲就是某一转。我就在这边住下来。你那时候有同佢讲，还蛮有，还有人来讲。其实孟凯老师，你听听那个旅馆的名字同我讲，我帮你付钱这样。我说我没有记名字，跟店名，我只记得录音室一出来往前走大概100多公尺就到了，只记得给他位置了。后来呢，于建起床给他视察去，录音当天录主唱当天给他视察去，我讲你不要，你绝对不要听我的。你坐火车搭捷运都好，你不要开车，因为你切推6推以后，你确定没办法视察转移。因为超过时间黑毛，还是因为太累？太累，因为太累。后来有視察伊嘛？後來強視察，唔講還要帶定件經驗，所以講叫發出，至少講叫發出嘅製作衣服。有代價。OK，所以唐也有機會吃到講，其實也係一種無簡單嘅專心，是大家都親努力，都很投入，然後會這麼困難跟演繹，也係因為這跟他以前的風格完全沒相容。就像慧茹老師講的，裡面有太多不同的風格，然後這都是他要去突破的。我覺得一個歌手要做一個這麼大的轉換，其實不是因為其實有天分，對，我愛按鈕嘅感覺，唔夠有天分，聽還要努力，那努力還要突破，因為你要丟掉舊我。找到一個新的我，對不對？唱腔，因為對我來講，對於娟的印象也是，他的那個山歌唱得之好。你知道，如果那個刻在他內心的那種已經很內化的那種唱法，回到慧茹老師講的，黑公有型嘅衝法，他就要一直不斷的突破。對，對，哇，真的在唱的過程當中，我常常跟他說，那個喉嚨音不要，那個喉嚨音不要，然後你不要什麼音？心傷？喉嚨音。那你可以示範一下喉嚨音嗎？比如說，假如我們是說愛都願意的話，哈，他可能以前會愛都願意會這樣。可是我現在要他，你學得好像哦。Tell bye， 他可能就會這樣。可是我現在就會 Tell bye， 我要他把這個漂亮的聲音不要收到後面去，就變成愛都願意。來唱一下。比你唱一首歌。
多好。你那就2个自己这样也蛮好的，我们2个在旁边等一下，好美哦，刚刚他就不会保持了他原来这么漂亮的声音，然后不要躲到后面，而是要出来让大家听。也不是以前那个好坏的问题，是他要改变一个不同的方法。其实我们有聊过天，我跟他说没有不好，所有都是过程，而且这个过程是非常美好的，所以也表示自己一直不停的有新的东西，对你的声音有新的发现。太棒了！所以兄弟朋友，我俩专是听说一堂，你就堂到去他白从太多昂布拉的地方，有点鬼都摸上嘞。所以是我觉得10年磨一剑是真的欣赏哈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歌手自己的突破哦，再一次的挑战。而且你看牙白改专辑安酱封面这么漂亮，里面有太多的故事可以聊，我们讲讲。而且这里面其实邀请了很多很棒青张调跟音乐人做编曲，从子轩有嘛功德啦，还有少熙行商。还有很多，对不对？OK， 荣昌老师，还有曾雅君，哦，你这真的是集了很多哈嘎狗术的这个功力，叠底度哎哈，很厉害，连和声也很厉害。对，在这不止老师而已，还有对，因为亚白我是配唱制作人，那虽然我是配唱制作人，但是我却会针对每一首某 Q 跟狗 Q 找更适合的，我觉得可以做得很漂亮的和声老师来编写来唱和声。老师真的都很用心，所以我觉得每次到那种真是，唔但像我切个爱当上忙，重点缺讲，因为有2位先生，因为係藝術是10公年嘅資助人，那我因為係一直以來都啲嘅，特別都啲後台啲鼓勵藝嘅非裔先生，佢2個人參與了那種陣時，將有法度本那種陣時係更加嘅無窮用。真的哈，太家族亲体太开心了，可以邀请到这个，我觉得是3位好棒的人都亚边同太家的分享。你不觉得跟慧茹老师共发的时间就会变文友吗？变文友吗？你看看，来共发跟同事没改变，也就会很容易。你看，来到亚片哈，其实就是有一个单元叫有话快快说，就太家。第6度唔低位问个问题，所以不可以想很久。好，然后我们就来问了哈，不可以想很久哦，专门想请给哦。请问2位老师，用一句话去形容亚哈的于娟，慧茹老师先用一句话形容现在的于娟，活泼可爱，很快耶，他完全没有思考。你请上，唱歌达人。承担不起。我还是不要问你要怎么形容2位老师，我们看看得背他跟时间。其实我很想问的是，很多一些你们有没有后面一些有趣的故事？我们看看这个玩完之后还有时间吗？好，问一下近期3位最开心的一天事情，你先。准是出重点去发行，真嘅。老师呢？欣赏一样没关系。我也觉得是专辑。我一上菜就说：“哎，赶快听专辑。”真的，国语老师，我最开心的就是黄玉娟真的被我们老师教出来了，黄玉娟做到了。所以意思就是觉得表现很好的意思，非常棒，100。你们不要因为自己教，然后去感有你。你知道，对我来讲，生出一个孩子，你看我多爱他这张专辑，你知道多爱于娟，我看到他的努力，实在太棒。然后罗老师对他的了解，能够写出这么多适合他的歌，大家真的很厉害，这每一首词都是于娟自己写的，对，然后每首曲都是国立老师，对，然后每一首配上都是慧茹老师。但是其实我觉得没有一个，我觉得每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。像我要配唱，我都会先问老师，老师你对这首歌你有什么想法？或我先了解老师，然后吸收了老师的部分，再消化，再给于娟。哇，就是感觉上有种铁三角的感觉，是你们3个人缺一不可。铁三角，好，再来，哇，这个我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题目，我先问有趣的题目好了，我觉得问。慧茹欣赏后，请问一下教，因为你搞几清都会东西，教没有自信的音痴跟教自以为很会唱歌的音痴，你觉得哪个比较难？觉得自己很会唱歌的音痴 ，OK， 即使他是会唱歌的人，都比较难教。哦，所以你觉得不要自以为自己很会唱歌，然后比较空白的给予的比较好教。尤其没有自信的，你
当你给他自信，他开始有自信啊，多骄傲啊！哦，我懂。我觉得我可以去试试看，因为我就是没有自信的音痴。当你把一个没有自信，或者是他没有那么专长，但是你让他做到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成就感，彼此都有成就感， Okay 我会很开心。而且我是一个很喜欢鼓励别人的人。真的是好老师。好，我们时间有限，我要问一个这个，你一定也觉得很难。请问一下，这里面最难唱的一首歌？爱动愿意。哦，就是不用想，不用想。为什么？你有讲，因为一般来讲，我都会听听乐器，去听听佢哋嘅节奏。不过你下係愛聽聽所有欣賞，愛聽聽佢哋跳戲嘅節拍都會強下。我在裡面難怪你唱完之後回來是磨傷，然後你在回家的路上，你就一直覺得說：天啊，我做不到，我做不到，你會很受打擊。那再一次去到錄音室的時候，老師看我第一句話就說：玉娟，你準備好了嗎？我說：老師，我沒有準備好，因為你還是會很害怕。你從你第一句下點到你後面什麼時候，你要拉多長，才有辦法跟老師們融在一起，每一個地方都要磨很久，真的。哇哦，越是这样就越要听，因为感觉好神秘哦，对不对？哈，听错一堂。最后，欣赏你会好，最后来，国立老师，你好好推荐一下这张专辑。好，不能太长哦，你不能讲100句哦，只能1-2句。其实哈，简单的介绍一种专辑，给了它的重点就是给一种非常有客家情感，客家情感很爱一直做客家音乐的娱乐。非常坚持的一个事情，一种专辑是一种非常有客家情感，同时呢，还有做到讲传统保留，然后现代一个发扬哈，这3个因素结合在一起，使得亚种专辑成就了一个不敢说别人没做过的，这是在一个很大胆、很大胆尝试跟创新。所以亚种专辑本来3展是最给我的素材，就是讲我们做到了，因为以前没有人这样做。懂。说到这能不听吗？拜托一下。所以所有嘅乡亲朋友，大家一定会支持玉娟亚种专辑，网上每今每档感谢3界都2片，好冇？希望下摆有机会再来好好讲里面更多细节跟故事，吼。好，天天下都绕墙，你所有嘅乡亲朋友，向下啲做认同了。好看福喜类类节目嘅乡亲朋友，我記得去到呢個免數嘅簽站哦，還有填入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，也記得留兩支影片分享出去哦。